今天我们去苏州封门横街觅食啊，手指的位置呢是东环路的一个路口，从这边一直往西走呢，就可以通到封门横街了。御膳堂，没事。啊，这家御膳堂就在封门路上啊，从东环路往西开。刀子来了，我们来吃饭了。哦哟，这个吃人多的嘞，哎，谁是你啊？啊，鸡菜肉一碗，一个鲜肉，一个芝麻。啊好，啊18，别的不要了。别的不要了，谢谢。有。这会儿呢，我站在窗口排队呢，看到阿姨在包香菇肉的大馄饨啊，全部都是手工包的。这个馄饨呢还是蛮大的，里面是在煮汤团，还有边上在包汤团的，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操作间。这边上还有2个阿姨在手工包馄饨，那么这个是荠菜肉的，还有一个阿姨在包泡泡小馄饨。146打包的来了，154。那154，还有2个。146打包的，我哪想啊？送过来汤肚啊？送过来。啊，那我就3个就好了。好的。生意太好了啊！生意太好了。我是鸡汤，我能再喊。那个不灵啊。这个煲骨汤了。哎，这个，他讲里面有鸭架子啊，煲过了3个。154，哎的。啊，还有。哦，来这。我点的汤团终于到了啊！因为店里面太吵了，所以我就用配音的方式先尝了一下荠菜肉馄饨。这个馅料呢蛮鲜的。我们家徐总说他家因为用的是排骨汤不够鲜，所以呢他不是特别的喜欢。我今天主要是点了2个汤团，一个芝麻，一个鲜肉的。我先尝了一下这个芝麻馅的，芝麻馅料呢蛮足的，口感呢甜度刚刚好，那么里面也混合着猪油的香味，不油腻。皮呢也是比较糯的，整体吃下来口感还可以的。那么第2个呢，我吃的是鲜肉馅的，他家的鲜肉馅料呢调的颜色是偏淡一点点，我觉得吃下来，我认为它是口感也是偏淡一点点。那么里面的汁水也蛮多，整体还是可以的。因为店里面人特别多，其实我在吃的时候也是狼吞虎咽的，因为我在吃的同时呢，也是边上有人在排队在等位置，所以呢。整体的美中不足的感受就是地方小，人太多太吵。那么偶尔来逛封门横街呢，可以过来吃一下他家的这个馄饨和汤团，还是可以的。喜欢苏州正宗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